2026年6月11日，須彌山大會首度在香港舉行。會上，星星充電發布了 StarCharge 2026充電基礎設施系統與基於場景的微電網技術發展白皮書，並且針對香港充電市場提出了一體化的綜合解決方案。星星充電預告將加速深化發展海外充電市場，以緊找全球電動車銷售持續增長的巨大商機。星星充電樁10年累計銷量全球第一，該公司亦提供數字能源產品與各場景雲管端的綜合解決方案，致力於引領智慧充電網、場景微電網、虛擬電廠網三網融合，通過融合數字與雲平台技術，以及光、儲、充、售、虛擬電廠與電力交易等，發展清潔能源與能源數字化，為全球客戶提供設備、平台、使用者和數據運營、光儲充放、綠電交易等綜合服務。作為全球新能源汽車充電基礎設施的銷售冠軍，星星充電累計覆蓋全球70個國家。星星充電指出，香港是一個很特別的市場，尤其在全球能源轉型當下，香港這座高密度、高開放、高標準的國際都市，正成為智慧能源解決方案的最佳示範場地。會上，星星充電高管提到，香港的空間有限，電力負荷緊張，多元產權複雜，因此若只單純多裝幾支樁解決不了問題。星星充電的供港充電市場的一體化解決方案，將成為該公司向全球展示創新及定制化新能源管理方案的示範。